解开一下。好了，全部解开。然后呢，还没有结束，可以把它裤头的绳子解開啦。所以我同你講咧，有啲走咗嗰啲咧，你真係睇唔到啲咁好玩嘅其實，因為正所謂咧就係寶物藏歸底，真係好戲就在後頭啦。咁所以如果咧啲朋友咧，如果走咗嚟，叫佢上翻嚟啦 ，OK？ 好啦，然後呢，你把那個褲子脫下，對，所以我們這個表演是很精彩的，對，脫下。哇，你把它整个裤子脱下掉，我只能把它好了，那我来把它挤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挤哦，你说我挤到哪里去啊？还是就我做主？有你做主。喂，我話事喎。喂，咁你哋想我噴到邊個位啊？大髀啊？哇，邊個講大髀啊？即係呢啲咧唔得啊！咁樣人哋第一次嚟香港，你唔可以咁樣嚇親人哋喎。即係最多都係噴落呢啲位啫嘛，唔好噴大髀啦。好啦，我首先我先噴一下，好不好？係啦，咁我首先咧，哇，射晒出嚟啦，點算啊？哎呀！喂，係咪冇晒？應該俾人食晒啊？喂，噴唔到嘅。係啦，哎呀，等陣嚇，哎呀，因為睇呢個係現買嘅。係啦，喂，停未啊？你哋話？停未啊？哇！停未啊？唔好停啊！哇，這麼舒服要停嘅。哇！唔好啊！哎呀 ！Alex， 你準備好了嗎？那我們就開始了，不要快點舔，不然它融掉了。好 ，Alex，咁你首先看着，你是不是要對着他們舔，把你的第一支甜奶油獻給我們身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先跪下好不好？你先跪下，半蹲的狀態。那我們這裡拍一點好不好？對，來，你把衣服給我。好了，慢慢舔 ，Alex， 從上舔到下面。好了，我們上面，一直舔，不要浪費哦，一直舔哦。